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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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原来是这样。啊，开课 Ready Go！ 哇，度假完哦，马上就接到任务了，真是太好了。要不要去那边哦？台中？你去做乜緊？啊，不管，先出發啦。吴宗翰 ，Today's mission is to meet Wu Zonghan. Who is Wu Zonghan? 哦，原来是小吴哦。I have to go to do what? 小弟，小弟，小弟！終於看到你了啊，我來了，我來了。哎，我問你，哎 ，What are we doing? 啊！ What are we doing? You told me to come to 台中，你叫我來台中，喂，你是不是沒有？你們提供人要不要去做乜該哦？你不知道我們這次要做什麼？ No, that's why. If I knew，如果我知道，我就不會問你。哇 What are we 你 doing？知不知道我們開課 Ready Go 最重要就是要經營餐車為什麼？啊？我們要來這邊吃在地的美食啊，來這邊看在地的民俗風情啊，最重要的是要用餐車把我們的客家文化推廣出去，你不知道？這個我不知道哎。哎，還好我很有經驗。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說我們要自己推車嗎？抽啊！我們要當 sales 叫賣啊！你沒有看好最近的新聞？今天可能會下雨，颱風來了啊！哎呀，抽哥，那剛剛在想一個問題，就如果颱風天的話，要想點備案。不過沒關係啊，我們風雨無阻，還是要出發了，好嗎？好，出發！我就聽你的哦。那你現在知道做什麼了嗎？第一位做乜該嘛？好，坐餐車。OK，好 ，Here we go，Here we go，Let's get going。小歐，我們來這邊幹嘛 ？What are we doing here？ 啊，那做乜該你就唔敵哦？我們要用餐車體驗在地文化，推廣客家文化啊。原來如此啊！